那就是谷雨吧？果然，看起来和我们一样不是什么好人。找他聊聊。你就是谷雨吧？逃课可不是好学生应该做的。我叫品翔，是要成为绿茵英雄的男人。要不要加入捷旅足球队，驰骋在绿茵球场上呢？你找错人了。喂，谷雨啊，我们老大让你后天去白虎大商场谈谈跟你们晴隆集团的生意。哦。我们老大还说了，你要不来，直接强吞市场，没商量。鸿门宴嘛。反正话带到了。顾远，听我说，足球可是世界第一的运动，没有人能拒绝它的魅力。我能感受到你的心在蠢蠢欲动。没兴趣，我绝不可能被坑第2次，除非有什么不可抗力。谷雨，告诉你，我就是那个不可抗力。明天是关键一战，所有人早上7点集合，不许迟到。是。谷雨，回去好好休息。你可是10号，你状态的好坏是会直接影响我们球队实力的。谷雨，子君，什么事儿？去我家玩吧，我买了最新的 PS，是那个能让人变漂亮的软件吗？是游戏机了。那还不快走！妈，好了吗？好了，一口见效。边喝边玩，来口果汁吧。我怎么睡着了？晚上8点半怎么这么亮啊？早上8点半吗？锁住了，有人吗？开门！对不起，国宇，阿姨不能开门，你继续玩游戏吧。为什么？放我出去！今天是关键的比赛。就是因为关键啊，为了让子君上场，你这个主力就不能出现。子君那么热爱足球，又那么有天赋，要不是因为你挤占了他的位置，他怎么会只是一个替补？教练，结束了，谷雨。不管你因为什么旷赛，我都不会原谅你。明天起，你不再是街旅小学足球队的队员。我最讨厌足球了！小小年纪就一脸苦大仇深，你被背叛、被陷害一次，就知道为什么这样了。有意思，你的眼神我很喜欢。以后愿不愿意跟着我混？跟着你？我发誓，绝不会背叛你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谷雨。谷雨，欢迎回家。东哥，最近白虎大商场抢了我们很多生意，恐怕……白虎大商场？我知道，这件事下次再说。除了这个问题，大家对明年的计划还有什么异议吗？没有。我有。哪里混进来的小鬼？保安呢？保安呢？你什么时候跟过来的？国宇，你认识？这是我学校的同学啊，东哥。就算是你同学，乱入会场也要接受惩罚。大家稍安勿躁。我觉得你们现在的划分和发展实在是太过于随意了，缺乏专业的管理和意见。有意思，看你说的有板有眼，不知你有什么高见呢？高见不敢当，不过根据我的调查，你们这些年的营收应该一直在盈亏持平吧？要知道做生意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赚钱吗？既然不赚钱，这种生意做着有何意义呀？而以你们的实力，实际上不应该做成这样。归根结底还是管理方式和运营方针有问题。从管理上，你们应该根据区域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专业化考核；而在运营上，你们更应该保证商品的存货品质、货架的整洁以及新旧货的淘汰标准。所以你说什么？他还是个孩子，东哥，放他一马吧。你刚说什么？能说详细点吗？
我听不懂。不懂？你是怎么做管理的？一把年纪了还这么无知啊！哎，你小子，信不信我分分钟让学校把你开除了？哎呦，一天天就知道威胁人啊！做派这么老土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不怕别人笑话吗？你这小鬼！你到底想怎样？并入我的公司，我有专业的管理团队，能让你们登上新台阶，让大家都有钱赚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三口集团，我的。原来是三口集团的老板。在下有眼不识泰山，本公司能并入您的旗下，实乃这辈子的荣幸。有事您说话。东哥，这我要他。起床吃饭啦！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忘了吗？你们整个公司已经被我接管了，现在你住的员工宿舍也是我的资产。但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不会放弃邀请你进足球队的。我可没卖身给你，不要再纠缠我了。那家伙，顾宇，你终于打算继续踢足球了吗？我不要！要不是那家伙，我就是首发了。足球，整天让我加入球队，你烦不烦？你冷静点，冷静点，我真的很有诚意的。诚意？好，明天中午12点去白虎大商场5楼等着，做到了我就加入你的球队，否则别让我再看到你。他们说的是市中心那个白虎大商场吗？听说最近虎皮怪人每天都在。哦，他1天之内就扫荡了周围10家俱乐部。听说他有700号手下，专门给他找新猎物。这么厉害，这小子真敢去吗？一言为定。老大，有人找。你就是虎皮怪人吗？废话。你就是古雨？我不是。不是，你来我这儿干嘛？古雨说今天12点会来，如果我在这儿，他就加入足球队。这是男人间的约定，请不要干预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！不管你有什么理由，离开我的商场。我要找的是青龙集团的人，不是你这个小喽啰。我想问个问题，你夏天穿这么多不热吗？不热呀，我感觉还有点凉凉的呢。别装了，你都出汗了。这样穿比较酷嘛。穿这么厚很容易中暑哦。你这个小鬼，话太多了。听说你约了老板在白虎大商场见面，但是你没去。我只是想耍耍那个白痴。被人背叛的滋味，我想没人比你更清楚了吧，小雨。都过去了，你要向前看。我能感觉到，他让你身上出现了我从没见过的东西，快乐。别开玩笑了，你哪只眼睛看出我快乐了？行了，别骗自己了。可是我，烦人的家伙，我去了。这就是青春吗？快！铁翔，我来了。古雨，我就知道你会来。他们说你是骗我的，让我走，但我没信。我确实骗了你，我失约了。你没骗我啊？你这不是来了吗？你让我中午在这等你，但中午只是开始啊，你来了才是约定的结尾。原来是这样吗？在他的眼里，只要我来了，就不算失约吗？怎么不说话了？真是个笨蛋！快跟我走，这里太危险了！喂，年轻人，不要乱讲话，哪儿危险了？我们早痛改前非了。自从翔哥来了以后，我们的人生才变得有意义。老板万岁！都是自己人，他们跟你一样都被收购了。所以古雨，你要求的事情我做到了。现在，本来这辈子我都不想跟足球再有交集，没想到你这个笨蛋，又让我燃起了踏上绿茵场的冲动。我履行我的承诺，加入足球队。欢迎加入杰旅足球队。
大家都过来一下。哦，做个自我介绍吧。大家好，我是谷雨，身高1.82米，体重71公斤，曾经是校队的边锋。虽然很长时间没踢球了，希望大家能多多指教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球队队长，指导什么的，我最在行了。来，我给你演示一下什么是头球。厉害啊，蛋哥！居然能把球射到只偏离球门5.38米，你一定偷偷练了吧？这就是天赋，你不懂啦。行，我也成长了，你也表扬一下我嘛。你现在走还来得及。好不好嘛？儿子，虽然你还需要一段时间来追赶，但是身为王牌，我可以教你射门，让你见识一下我的神之一脚。你是挖掘机吗？再见，谷雨，接球！好厉害！看来我没记错，曾经杰旅的王牌，你的球技依然厉害。你是联赛上败给你们的经历，我还记得。如今的我已经丧失了太多足球方面的东西。刚才要不是你的传球，我也不可能射中。无论力道还是传球的落点，都恰到好处。你应该就是这支球队的10号吧？10号？哪里特殊吗？10号就是球队的核心。我是队长，我才是核心。核心应该是我和品霞。我可是将来要成为绿云英雄的男人，自然我才是核心。你们到底懂不懂什么才是核心啊？那这次就你跟他们解释吧。一支球队的核心往往是中场球员，是组织球队的进攻引擎。只要中场核心能正常运转，全队的行动力便会源源不断。纠正一下，虽然10号确实代表核心，但在现如今的球场中，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中场。我也要穿10号球衣。约的第2场比赛定下来了，什么时候？和谁？明天晚上9点，7+1练习赛，平山学院。那个我明天有事情，没法倒时间吗？抱歉。比赛一共要8个人，如果缺人的话，实在不行我随便去拉一个。练习赛是为了磨练大家平时的功底，也是对我们队员的磨合。请问这里是足球队吗？你是？你们好，我是刚转过来的学生，我叫小兰，刚看到你们的招人传单，我想加入足球队。你真的要加入足球队？是啊。太好了，欢迎你，小兰。谢谢前辈。这人踢过足球？未免太巧了吧？那个前辈，我算是加入了吗？前辈。以后有疑惑就来问我这个绿云英雄前辈吧。绿云英雄，自己什么都不懂，还想教别人？谷哥，有句话叫做“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”。这整个足球队可都是我投资的，我会审时度势哦。你狠！既然人都齐了，那就打起精神，明天比赛。抱歉，刚进来就要让你踢比赛。没关系的啊，钱钟前辈。我守着份安静，呼吸着傍晚，任由汗水浸湿衣衫。远处传来的欢声勾起从前那一天，你我约定永远。你说风会不会吹来
再见。